巴黎准备伫2024年奥林匹克期间推出飞行 taxi。弗朗西官员当地准备为参加2024年热天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人提供飞行 taxi 的服务。这种 taxi 若真正伫法国首都营运，这可能标志飞行技术伫现实世界的第一摆重大展示。有几间空中 taxi 开发商参加最近的巴黎航空展，展示因的产品，并且探求业界的支持。其中一间公司是德国的 Volocopter， 因计划要伫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提供飞行 taxi 服务。不过目前为止，还无任何 taxi 厂商得到政府批准伫法国推出这种服务。Volocopter 希望争做第一间，但是因还需要对家己的飞机做密集的气候测试，嘛着向EU航空安全局提报几千页的文件。